报道学台语甲手动作相关的课录制第24集116条。因阿某开补习班，某负责行政事务，翁专门咧讲学生，就是他们那个夫妻那开一个补习班，然后老婆是负责行政业务，然后老公是负责专门在那个打学生的啦哈。好，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拍，第二字读做讲，第三字读做牵，第四字读做叠。117条，我马上摕石头甲伊击落去，我马上拿石头砸他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讲，第二读做结，第三字读做牵，第四字读做拼。118条，若伤过皮的学生，就要对伊头壳甲伊砍落去。对这些太皮的学生呢来讲，就是要从他的脑袋把它敲下去哈。好，下面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开，第二读做砍，第三字读做拍，第四字读做牵。119条，对手甲伊摇落去，就是往手背上把它打下去就对了哈，摇落去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妖，妖怪妖，夭折的夭啦哈，夭折的夭。第二读做摇，第三字读做摇，第四字读做拗，拗长去的拗。120条，阿三啊，甲伊讲无2句，就甲伊摸落去。就是阿三跟他讲不到2句话，然后就揍了他。下面4字要选，咱第一字读做牵，第二读做摸，第三字读做摸，第四字读做猫。好，多谢大家收听。